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賽馬之後唔想今日講一講呢個阿聯酋啊，杜拜馬咁啊，美丹馬場啦。咁啊，平時都會見呢啲賽事噶啦。咁啊，而家錄片時間係7:25，睇下我點樣半個鐘出到片俾大家咁啊，講晒4場嘅賽事啦。咁啊，其實今日咧都冇咩話特別嘢講，因為其實就主要啲馬好少嘅啫，咁所以嗰個進度都會偏快嘅。咁啊，先講第一場先啦。第一場呢，我諗馬膽應該係2號嘅好命數，咁好簡單。睇翻佢近幾場嗰個賽績呢，即係其實同呢班對手都對過好多次㗎啦，已經。咁啊，佢係無論係快步速也好，慢步速也好，都係交到一段俾你睇㗎。咁我覺得呢隻馬呢，非常之穩陣，即係三甲嚟講啦。嗱，留意翻一樣嘢就係6隻馬賽事以內 pace 不設第3位，所以位置得2個位嘅啫。咁呢度大家注意翻啦。咁啊，我覺得你除咗呢隻2號好命數之外呢，諗下隻3號嘅榮耀獅王啊，留意翻3同4兩隻同主馬。咁啊，另外就係3有選騎嫌疑之外，我睇見賽衣3次係主力賽衣。咁啊，兩隻馬其實都係奧斯亞騎開嘅，咁但係奧斯亞次係揀騎隻榮耀獅王。咁啊，同埋榮耀獅王我睇翻佢呢，即係個賽績都幾優秀嘅。咁啊。你話佢前一場係第4呢，嗰場其實就唔係好離放，後面過晒冚晒佢第4。上一場你見到佢話咬住，即係無論你係快步速也好，慢步速也好，佢都可以頂到一段俾你嘅。咁啊，如果佢可以唔放，淨係跟嘅話呢，我諗佢會跑得更加好。咁啊，睇下同場兩隻同主馬3號加4號，咁睇下如何啦。咁啊，雖然你話布宜學騎隻足真金，咁但係我認為呢。即係嗰個大家同場對賽啊、經驗啊，或者可能係近績嚟講呢，我覺得3係高少少。咁啊，當然你嘅足真金可能會係第3選啦。咁啊，睇翻佢上場跑場30萬嘅一個迪拉姆賽事呢，咁就都贏6.8個馬位，好似有啲質素。咁但係我都係覺得，喂，你好命數同榮耀獅王兩隻一 Q 翻嘅，買翻佢會穩陣少少嘅。咁另外留意隻1號，我唔知咩嚟。但係我覺得似壞咗嘅，近2場輸到甩碌，但係2場佢都係大熱門，2場都係打好命數，輸完1場又1場都仲係大熱門。今場唔熱啦，咁啊今場退熱，但係我睇佢近2場呢，頂都頂唔到，因為有場好簡單，上場為例，同隻榮耀獅王一齊放冇咗轉彎，即係我都唔可以覺得佢有幾叻呢隻暗翻紅。咁但係你自己記住一樣嘢啦，近2場佢同好命數打，2場都係好命數贏。但係佢2場都係大熱，咁係咪佢個質素原來幕後睇得高過隻好命數呢？呢度大家自己去諗一諗啦。咁啊，所以呢隻我都擺後少少啊，因為冇近績，你無論你過往幾優秀也好啦，睇翻佢評分最高112分，壞咗就壞咗啦，我覺得似壞咗，係啊，呢場揸膽好命數。咁啊，第2選我會係榮耀獅王，再選咪布宜河嗰隻足真金咯，4號馬咯。咁啊，即係1號暗翻紅，自己諗下咩環境啦。咁你話嗰啲咩日單啊、5號馬、6號飛飛紅啊呢啲，我覺得就配腳嘅，再次啦。係啊，咁我覺得2、3多數單 Q。睇第2場，第2場我認為係隻2號馬嘅掩藏應該就最叻㗎啦呢隻馬。睇翻佢上場點跑呢？中間一有位一穿過晒，後面都唔使點用力㗎啦已經。咁啊，即係對翻依班呢個賽事嘅話，即係雖然係升級少少嘅，今場跑2級賽，佢上場跑嗰場係表列賽，咁但係你睇翻其他馬都唔覺得佢嗰個近績有幾叻，係咪？即係有啲可能直接跑泥地添嘅，咩騎兵急戰啊、谷中村莊啊，跑場沙地俾你睇，即係你話係咪叻呢？係叻嘅，係咪先？場 Good Fit 跑第一、第2，咁但係你講緊喂尾單1000喎，係咪？啱啱跑完嘅係掩藏，所以掩藏喺個位，即係喺個往績上面一定係會再好好多。咁所以我覺得呢場應該會揸2膽咯。其他腳方面其實我覺得個目標範圍幾多啊？有個位同大家講一講，啱啱講乜嘢榮耀獅王啊、足真金話同轉馬，今場隻6號就係嗰件賽衣啊，大家可以諗下關唔關佢事？呢隻馬都叫做同場同程跑過嘅，前一場尾單 G3 1000米呢，即係同場同程啦，跑過爆冷第3嘅，可能有啲冷門機會嘅，擺個杜漢培啊，杜漢培喺尾單都叫做識跑嘅，其實都咁啊。另外就係隻5號嘅敬愛善者，我覺得呢隻馬會係我嘅次選啦。因為睇翻佢，畢竟佢都係依個路程係贏過啦，係咪？咁啊，另外就雖然你話上場跑交沙，但係佢草地起家嘅，即係出道至今5 win 有4 win 都係喺草地，咁所以我覺得就個問題會好，即係問題會細啲，同埋佢用蘇兆輝大家都熟㗎啦，香港騎過㗎嘛，其實佢近排一直都喺尾單度跑。咁你買都係買翻啲本地薑啦，同埋呢隻馬起碼都叫尾單跑過，尾單贏過先啦，係咪？即係有時你啲嘢你買啲英國馬嘅，好似你嗰啲咩騎兵急戰嗰啲咁，
另覓出路咁樣。你都驚佢越洋過海噶嘛，係咪？始終你水土不服就係水土不服噶啦，係咪先？即係可能你屯門過個銅鑼灣都可能會有啲見暈噶嘛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即係始終你呢啲你飛咗嗰個國家嘅時候係唔同咗噶啦，係咪先？你亞洲跳去歐洲咁又兩回事，即係會有少少嘢可以去計樣嘢。可能你話啦，喂咁你又要掩廠，因為掩廠啱啱跑完尾單俾你睇啊嘛，係咪先？你水土不服都係講上場啫，上場贏咗咯喎，贏甩咯喎。咁啊唔服噶啦嘛，係咪啊？即係唔會不服噶啦嘛。咁啊，所以我覺得呢場會係掩藏揸膽咧就穩陣啲啦。咁跟住啱啱我講啦，就係話我覺得境外善者，起碼你個騎師同隻馬都有尾單加成先，尾單有分加，咁啊可能隻境外善者會幾好啦。咁另外隻冷馬可能注意下，因為我覺得佢今次個賠率唔係幾對路，即係幾正，我覺得係10號藍兒呢隻馬，我覺得有機會爆冷嘅。仲有其實睇翻佢前一場咧，跑場約克。英國啦，大家熟噶啦，1000米賽事嗰場11萬嘅，佢跑第2嘅，輸少少嘅啫，輸個頸位定頭位嘅啫。咁所以你擺翻落去呢場度呢，有得打噶，因為英國本來就係啲偏高質嘅馬嚟噶嘛，咁啊亦都係英國馬，亦都係善於呢個越洋過海噶嘛，咁所以擺過嚟，我覺得都有機會。同埋佢擺個奧船逼俾你睇，奧船逼今日佢手馬都揸住啲主要彈藥，咁你變相嚟講，你呢隻馬我覺得會有啲冷門機會。你睇翻而家。你出面梗係冷啦，香港都冷啊，21倍而家，咁我覺得呢啲腳可能會可以考慮一下。咁啊，其餘嗰啲你自己諗啦，因為其實我覺得呢場啲腳選係多嘅。咁另外你大熱去嗰隻咩霸圖星，因為霸圖星其實佢近幾場都係上唔到名呢。我自己就對佢唔會話太過喜歡咯，係啊，咁所以就。你咪去諗下咯，即係你話有冇料到嘅龍上嗰場龍上教堂大賽嗰場 Group One 跑第4，叫有嘢睇啦。咁但係你話去到呢場熱門值唔值？唔係好值嘅就，我覺得你熱門不如買翻隻掩藏，掩藏個證明強好多。咁所以第2場我自己心水2號掩藏啊，腳嗰度好混亂嘅，大家自己諗下啦。啱啱都提咗幾隻嘅馬俾大家。另外講多少少就係蘇兆輝都有啲似選騎，我覺得蘇兆輝都有啲似選騎。因為其實佢同場都有幾隻馬係佢騎過嘅，例如啱啱頭先提過嘅咩獵標者啦，獵標者上場呢，佢有騎過嘅。咁啊，另外仲有隻7號嘅霸圖星嚟咗尾單之後，第一仗呢都係蘇兆輝騎㗎。咁啊，所以你計條數，有冇機會係蘇兆輝揀騎呢？所以呢個位置我就幫隻5號加少少分落去啦，多唔多噶啦？咁啊另外仲有隻馬都覺得怪怪地，就係隻11號嘅呢個囂飛騰。我諗緊呢隻馬有冇機會係阿莫里萊係選騎㗎？因為莫里萊本身上場騎一隻為快取勝，因為司馬幫都係用咗幾個人嘅啦，即係奧斯亞、莫里萊啊，咁但係用開冇理由無啦啦轉人噶嘛，咁會唔會奧里萊見到呢隻英國馬過嚟，可能有機會呢？呢隻11號，咁可能呢度可以斟酌一下啦。咁啊，其餘就冇咩特別噶啦，咁啊大家再度佢啦。即係膽，我覺得隻2號應該幾鋼鐵㗎，睇第3場啊，第3場9隻馬嘅啫，唔係好多嘅啫，有隻馬我覺得都幾犀利，3號嘅榮譽心，sorry。呢隻榮譽心呢，上場其實我睇翻佢呢，原來佢有少少慢閘嘅，佢出閘蹬一蹬嘅，其實就慢一半拍嘅。但係呢，佢去到末段嘅時候呢，越追越勁，過晒。同埋嗰場仲要咧係得一隻馬追到嘅，其他馬全部追唔到嘅。你話嗰場咪利追？我覺得唔利追，唔利追都追得咁勁，咁呢隻馬應該幾超。上場贏邊個？贏呢隻星大道，星大道上屆盟主。2號馬嗰隻帝權在手係上屆嘅亞軍。咁啊，所以而家佢都係原班配搭㗎啦。上次都係阿奧斯亞騎呢隻星大道，莫里萊又騎呢隻帝權在手。陣間再講佢兩個之間關係。我覺得呢場應該係榮譽心呢隻馬應該嗰個質素起得好犀利呢隻，同埋奧船逼啊！啱頭先我提過一下奧船逼咧，我唔記得啱啱講未講。前一場隻10號嗰隻藍兒就係奧船逼騎，因為我覺得奧船逼今日揸大旗，所以啱啱嗰隻藍兒有機會係爆冷。咁啊，講埋呢場先。你睇埋嗰場仲有一隻馬都幾犀利嘅，5號馬嘅奧東寧，上次佢係全程外搭4-5搭咁樣，即係佢你有你跑，我有我跑㗎啦，佢都唔跟馬群，照過晒。咁所以我覺得隻奧東寧會係我第2選。咁我講一講1同2個關係啦，其實我係有啲分唔清，因為其實我覺得睇近績咧，帝權在手好好多，上場個1600贏得好出色。咁啊，但係我唔明點解奧斯亞，因為其實上場奧斯亞騎帝權在手，贏完之後呢，揀翻去星大道，但係星大道上場，我覺得佢嗰個表現係幾差劣嘅。佢嗰場就係輸俾阿奧東寧同埋輸俾阿榮譽心。
咁但係其實星大道佢放出嚟呢，你奧東寧佢全程外搭蝕過你好多啦，但係佢唔夠隻奧東寧爆臨尾拉屎嗰段，因為奧東寧其實雖然佢即係你睇翻佢個走位可能唔係霸放頭，但係其實佢咁樣全程蝕呢，亦都係跟前位置嘅。即係其實我覺得1同5上場我即可以直接比較，你比較落嚟一個同你走外搭，一個你走內搭，賺晒嗰個即係賺曬一個內搭嘅距離。咁但係你都係明顯唔夠打。咁所以我覺得星大道睇低一線嘅，但係我唔明點解奧斯亞騎翻星大道而唔揀隻帝拳在手，因為我覺得帝拳在手上場我積幾強，上場自己爆甩，咁所以即係既然我兩隻分唔清啦，係咪其實答案係喺隻奧東寧度呢？即係隻5號度呢？咁所以呢場我自己心水我會中意隻榮譽心多啲啦。咁啊第二選會係隻奧東寧咯。咁啊1同2唔係好分得清啊，但係如果你話論近績，我覺得帝拳在手好過隻星大道。咁但係呢，因為其實兩隻都司馬幫。其實今場司馬幫出好多馬，咁我先講呢兩隻先，呢兩隻都係司馬幫。奧斯亞似即係其實兩隻佢都有份騎嘅，同埋帝拳在手呢，你唔好以為上屆都係阿莫里來騎，就以為隻馬係佢。其實阿奧斯亞騎佢騎得多過莫里來騎呢隻馬，咁所以我認為兩隻馬個稅權都喺奧斯亞手上。但係奧斯亞同你講我騎星大道，咁會唔會星大道上場可能係即係啱啱九優復出啦，爭少少嘅即係狀態呢定點樣樣？大家可以斟酌一下呢樣嘢。但係我自己即係你好簡單，我又唔係練馬師，係咪？我又睇唔到佢哋點樣操練啊成啊。我用近績去睇，好難揀先隻星大道，所以我心水第一3號榮譽心，第二奧東寧5號。再數其實我會中意2多過1嘅，即係帝拳在手多過星大道嘅。其他馬我覺得不足為患，同埋留意翻一樣嘢，我咁中意榮譽心呢，但係佢個練馬師係奧斯本，反而呢，司馬幫出6隻馬。即係會唔會佢去打 team 咧？即係打 team 去圍隻榮譽心咧？大家自己諗。不過上場榮譽心真係好犀利，上場佢個職係超晒班，依度應該冇對手，大概係咁。咁啊，第四場冇咩講啊。第四場我覺得係一個超劃一賽事。首先藍帽陣營即係高多芬，大家識佢㗎啦。藍衫藍帽布兒學騎嗰隻歌劇無知多數贏㗎啦。上場跑翻呢個同場同程尾單1800米草地賽事，都已經係冇對手啊。總之你有位過晒完，咁啊第二嗰隻威國之榮呢，咁啊都係完全打唔過佢啦，咁啊但係都叫做頂到個第二都叫做幾出色，因為其實 even 佢第二也好，後面都係贏得後邊好多嘅，咁所以我覺得呢場可能一二打晒嘅。嗱3號好威同志有個位想講就係上場佢跑得唔係幾好嘅，但係上場佢大熱門，上場佢係跑嗰場尾單1600嘅嗰場 Group 2賽事大熱門，但係跑得比較差，但係嗰場呢我睇翻其實就唔利追，所以佢臨尾拉屎呢打上去，見到佢有少少走勢，但係始終你唔夠前面爆，可能前面個步速前面嗰幾隻流力流多咗，臨尾唔夠爆，咁啊就攞咗第5名。嗰場有隻馬特別出色，但係我今日呢幾場見唔到佢，可能今日可能其他尾單賽事見到佢，或者可能之後見到佢，大家記住個名。有隻馬叫清心，呢場冇一隻馬追到，得一隻馬叫清心係追到嘅，而呢隻清心係高多芬馬房嘅藍衫藍帽嗰啲馬嚟嘅。咁啊，我覺得呢場即係啱啱上場去睇特別出色就係一隻。咁但係我唔知道佢會唔會下次有機會見到佢，大家記住呢個名啦。青係嗰個青色個青啦，森係森林個森。呢隻馬係上場，我覺得係大家擺翻嚟，都係跟翻次序，轉彎順序就係嗰個順序嘅啦。得一隻馬顛倒到嗰個賽果就係隻青心，而隻好運同志呢，所謂好威同志呢，係顛覆唔到個名次。咁啊順跑翻嚟，咁啊第5翻嚟，咁啊所以呢隻馬有機會，如果去翻啲快步速嘅賽事呢，即係可能佢加翻段俾你嘅，咁但係呢個再次選嘅啦已經，咁啊其他馬都冇咩好講噶啦，即係你嗰啲比較唔到噶啦，即係都係啲即係外地過嚟啦，即係英國過嚟啦，咁啊法國都有過嚟係咪？即係法國人英國嘅呢隻5號秒達唔肯定，唔記得咗呢個練馬師係法國定係英國，咁啊所以。即係其他自己諗啦，但係我覺得1、2好似跑晒㗎啦。其實咁冇咩特別講㗎啦，同埋留翻今場6隻馬 pace 位得2個，大家自己注意翻啦。咁大概係咁樣先，咁講咁多先啦。咁啊記得俾 like 未訂閱再開埋個鐘仔，可以唔開鐘仔有機會睇唔到影片，因為我條片就會放喺啲山卡拉嘅啲小訂閱嘅頻道度啊。咁啊所以呢，如果你唔訂閱呢，有機會錯過影片㗎。咁啊所以今日講咗咁多先，下次再傾，拜拜。